再来看咱国内消息，花式艺农做伙感受到舞蹈无共款的面貌。今年进入第2届双语舞蹈节，伫华山文创园区举行，分做3大节目主题，包括跨界合作、生活题材、甲视觉的颠覆，邀请了8位无共世代编舞家带来12场的表演。 新的编舞家单调里用3位舞者分别代表你、我、伊，表现出伊心目中对着生存占规这个体悟。今年这大学3年的单调里已经伫舞蹈界出头，伊所代表正是新时代对现代舞的理解。 在那一天当中，我也得到蛮多很特别、很幽默，甚至是我们普通不会去想象到的肢体语汇。 资深编舞家张秀萍，这是用完全无同款的方式表现出对人的观察，将并背杆这个真普遍的动作，透过肢体语言探讨背后所代表的生存态度。张秀萍调工放大舞者的动作，表现心内真正的感受。 那个翻白眼，还有心里面的潜台词啊，那种浅浅的委屈，还是小小的厌烦，用情绪驱动出来的动作有一点放大，所以大家才会看到。双语舞蹈节虽然为2018年才办头1届活动，不过结合演出甲舞蹈的工作坊，针对无同款年龄层，甚至是老大人，提供更加亲近舞蹈的机会，被当作是底又搁精彩。 日时进前，拢会使到华山文创园区去感受舞蹈的魅力。